大家好，講起謝霆鋒，大家腦海入面浮現嘅係邊個畫面？係舞台上攞住吉他型到爆裂嘅歌手，定係廚房入面專注擺盤嘅 chef Nick？最近謝霆鋒再次成為全網熱話，唔係因為佢發新歌，亦唔係因為同王菲嘅戀情，而係因為一檔叫《一帆風順》嘅新綜藝節目。呢個節目一播出，簡直係一石激起千層浪，爭議聲浪一浪高過一浪。首先最令觀眾 O 嘴嘅，莫過於節目一開場嘅視教暴擊。喺最新一期節目入面，謝霆鋒作為評委，遇到咗一位自稱危險男人嘅選手。呢位仁兄真係名副其實嘅危險，佢拎出嚟嘅參賽作品，竟然係一個鋪滿咗各種昆蟲，甚至仲有一粒粒螞蟻蛋嘅 pizza。大家試諗下，如果你係評委，見到眼前呢兜嘢，會有咩反應？就連一向見慣大場面嘅霆鋒，當時都忍唔住面露難色，眉頭皺到可以夾死隻烏蠅。佢直接問嗰位選手：危險男人點樣個危險法？你先要話我知一下，我有啲擔心喎。雖然口講擔心，但作為收咗錢嘅專業評委，職責所在啊嘛。謝霆鋒經過一番強烈嘅心理建設，深呼吸幾啖氣，最後都係無奈咁將呢份恐怖料理送入口。哇！嗰個畫面一播出，彈幕瞬間炸咗，滿屏都係勇士，睇見都起雞皮。霆鋒太搏命啦！其實呢個環節唔單止係獵奇，仲充滿咗綜藝效果。根據規則，待定選手嘅料理，其他評委都要試食。於是乎，壓力給到了另一位評委米芝連一星主廚鄭永琪。網友紛紛起哄，唔可以俾鋒哥一個人食，要有福同享，有蟲同食。當輪到鄭永琪食嘅時候，佢嗰個表情管理直接失控，講嘢都結巴埋，成個畫面由恐怖片秒變喜劇片。網友笑到肚痛，留言話：快食啦，咪硬撐啦，大家都睇住你啊！原本令人毛骨悚然嘅食蟲環節，就咁樣喺謝霆鋒嘅帶動下，變成咗全網歡樂嘅源泉。單憑呢一點，就不得不佩服霆鋒嘅敬業程度同綜藝感，真係拿捏得死死嘅。不過，歡樂過後，隨之而來嘅係更為尖銳嘅質疑聲。一帆風順呢個節目揾嚟84位民間黑廚同16位專業白廚進行對決，評審陣容除咗謝霆鋒，仲有餐飲巨頭張勇、名廚鄭永琪同藝人李誕、爾等等，80幾位無名廚師對戰20位精英廚師，黑同白嘅對決。眼尖嘅網友即刻發現，呢個設定點解咁熟面口嘅？冇錯，呢個賽制同 Netflix 舊年紅遍全球嘅韓國綜藝《黑白大廚料理階級大戰》簡直係餅印一樣。韓版係80位黑湯匙對20位白湯匙，由白種元同安城宰做評審。而一帆風順，無論係廚師分組、評審設置，甚至連攝影棚嘅裝修風格、色調，都同黑白大廚有着極高嘅相似度。網友將兩檔節目嘅畫面拼埋一齊對比，簡直就係 Ctrl+C 加 Ctrl+V， 複製粘貼都懶得改少少。網上嘅評論區瞬間淪陷，各種吐槽聲不絕於耳，真係完完全全嘅黑白大廚漢化版，哈哈哈哈，一點都唔帶改嘅，估計應該係買咗版權啩。如果冇買版權， Netflix 法務部係時候出動法律私信啦。面對咁強烈嘅抄襲指控，節目組到依家都未俾出明確回應，搞到個節目喺觀眾心中嘅形象大打折扣。雖然節目熱度係有，但係靠疑似抄襲換嚟嘅流量，始終係把雙刃劍。大家係衝住謝霆鋒去睇，定係衝住吐槽去睇，真係好難講。除咗節目形式，謝霆鋒本人嘅評審標準，亦成為咗今次輿論風暴嘅中心。最有爭議性嘅一幕，發生喺選手醬醬小公主嘅評審環節。呢位醬醬小公主整咗一道賣相極佳嘅油爆蝦，蝦肉晶瑩剔透，色澤紅亮，喺場好多人都覺得呢道菜穩贏。點知謝霆鋒只係淺嘗了一啖，面色即刻沉咗落嚟。佢好敏銳咁指出味道唔啱，隨後佢直接質問選手係咪用咗現成嘅火鍋底料。
選手亦都好坦白，承認咗確實係用咗市面上買返嚟嘅底料。聽到呢個答案，謝霆鋒毫不猶豫，當場判定該選手作弊，直接淘汰出局。佢嘅理由好簡單直接，喺比賽入面使用現成調料，對其他辛苦自己熬製醬汁、調味嘅選手極之唔公平。呢個就係作弊行為。這一判決喺網上引發咗兩極分化嘅激烈討論，簡直係世界大戰級別。支持謝霆鋒嘅網友大讚佢係行業照妖鏡，講得啱。而家出面食飯周圍都係預製菜，科技與狠活，難得有人肯喺節目入面將呢個亂象擺上台面講。既然係廚藝比賽，考嘅就係調味同火候，用現成底料仲比咩菜？返屋企煮公仔麵啦。但反對嘅聲音亦都好大，霆鋒你係咪太苛刻啦？就算是米芝蓮大廚，有時都會用現成醬料做基底架啦。節目組賽前又無講明唔俾用，憑咩直接判人作弊？這根本係節目組規則漏洞，點解要選手埋單？謝霆鋒自己賣嘅風味烤腸米又係預製食品，又要賣又要鬧，係咪雙重標準先？仲有一個細節亦被網友拿來放大檢視，謝霆鋒喺試味嘅時候無用餐具，而係將醬汁滴喺手背上試食。有網友質疑好唔衛生啫，專業大廚唔係應該用試味羹咩？其實呢度我要幫霆鋒講句公道說話，喺傳統西餐禮儀入面，尤其係法式料理，廚師確實有將醬汁滴喺手背虎口位試味嘅習慣，因為手背嘅溫度接近體溫，可以更準確淡感知醬汁嘅層次。不過喺電視綜藝上咁做，對於唔了解背景嘅觀眾嚟講，確實容易產生誤解，覺得佢係度扮型做作。講到呢度，可能好多人都會問，謝霆鋒憑咩咁囂張？憑咩對專業廚師指指點點？如果你以為佢只係一個中意煮飯嘅明星，咁你就太小看佢啦。事實上，謝霆鋒嘅商業帝國遠比你想象中龐大同恐怖。時間跳轉到2025年3月，就喺前排嘅風味派4周年慶典上，謝霆鋒公布咗一組驚人嘅數據，單價4.5元一條嘅爆汁烤腸，4年時間賣出咗15億元人民幣，連續3年穩居全國同類產品銷量榜首。大家想象下，一條幾蚊雞嘅腸可以賣到15億。呢個係咩概念？這不僅僅係明星效應，更加係極致嘅產品經理思維。據聞，2021年為咗研發這款烤腸，謝霆鋒喺杭州嘅工廠入面，為咗追求一口爆汁感，堅持要喺配方入面添加5%嘅肥膘。無汁嘅烤腸同食粉團有咩分別？佢帶領團隊試驗咗178次，先敲定最終嘅肥瘦比例。甚至選用黑豚豬肉，硬係將速凍食品做成咗現烤級嘅口感。當同行因為澱粉腸事件遭遇信任危機，成個行業哀鴻遍野嘅時候，謝霆鋒嘅風味派卻靠住透明工廠直播逆勢崛起，復購率高達65%，直接碾壓對手。除咗賣腸，謝霆鋒仲係一個隱形嘅地產大亨同科技大佬。早喺2003年。當時香港影視業處於寒冬期，23歲嘅謝霆鋒因為拍 MV 被特效公司坑咗，一怒之下抵押房產，拎出370萬港元，喺銅鑼灣地下室創立咗票朝廷後期製作公司。當時香港90%嘅汽車廣告特效都被外資壟斷，佢帶住11個人嘅團隊死砍3維動畫技術，連汽車輪轉動嘅正數都親自計算。短短2年後，佢間公司就攞低咗寶馬、奔馳嘅訂單。到咗2011年，佢幾乎壟斷咗香港60%嘅電視廣告後期製作。2014年，公司估值飆升至60億港元，佢將股權注入漢傳媒，一夜之間賬面淨賺1.4億。地產方面，佢眼光更加獨到。2005年，香港樓市低迷。25歲嘅佢斥資2080萬港元買下中環擺花街商鋪，當時經理人霍文希反對，覺得風險大，但謝霆鋒堅信磚頭唔會走佬，結果10年內佢連購6間鋪位，
2014年被記者影到佢帶住鴨舌帽踎喺街邊掃人流，計算租金回報率。如今擺花街號稱擺花王，市值翻咗幾多倍，大家自己計下數啦。所以話謝霆鋒喺節目入面嘅嚴格同較真，並唔係單純嘅作秀，而係佢作為一個成功企業家，刻喺骨子入面嘅性格追求極致，容唔下一粒沙。雖然喺商業同專業上，佢係一個不折不扣嘅霸道總裁，但喺家人面前，謝霆鋒又有住另一副面孔。外界成日傳佢對兩個仔 Lucas 同 Quintus 不聞不問，只顧住同王菲拍拖。但事實真係咁咩？早在2020年，佢就已經開始做資產公證，將自己名下嘅財產設立信託基金。2025年初，更有消息指佢將10億資產注入信託，受益人正正就係 Lucas 同 Quintus， 確保兩個仔未來30年生活無憂。經理人霍文希曾經解釋過，謝霆鋒係用行動兌現父愛，而唔係用嘴巴講。佢會帶仔仔去滑雪、衝浪，甚至將錄音室搬返屋企，但佢都有規矩，要完成學業先可以玩音樂。呢種隱秘而偉大嘅父愛，其實同佢自己嘅童年經歷有關。15歲嗰年，因為老豆謝賢投資破產，佢被逼輟學入行賣身還債。佢深知嗰種無助感，所以佢發誓唔會讓仔女再行佢條舊路。對於妹妹謝婷婷，佢更係不折不扣嘅寵妹狂魔。謝婷婷未婚生女，生父成謎，外界流言蜚語滿天飛。謝霆鋒一句聲都無出，默默將母女護喺身後。有港媒影到佢親自為外甥女食飯，陪佢玩玩具，眼神溫柔到出水。只要係屋企人有事，無論佢幾忙，都會第一時間出現。回顧謝霆鋒嘅前半生，簡直就係一部跌宕起伏嘅電影。由頂住星二代光環出道被全場噓爆，到憑實力攞影帝；由創業被睇死，到建立數10億商業帝國；由被質疑係戲子廚師，到獲得米芝蓮之友榮譽，再到依家因為對預製菜嘅零容忍而被罵上熱搜。有人話佢變咗，變得太過商業，太過世故，但睇真啲，其實佢一直無變。無論係做音樂、拍戲、煮飯定係做生意，佢都係嗰個搏命三郎。佢可以為咗一個鏡頭由高樓跳落嚟，亦可以為咗一條烤腸試味幾百次，更加可以為咗節目嘅公平性，不惜得罪觀眾同選手。喺一帆風順入面嘅爭議，或許正好說明咗喺呢個差不多先生流行嘅時代，謝霆鋒嘅較真顯得格格不入，但也彌足珍貴。你可以唔認同佢嘅評判標準，但你不得不承認，佢用實力撕走咗所有標籤。最後，我想問下大家，你覺得謝霆鋒淘汰用火鍋底料嘅選手，係維護公平定係矯枉過正？佢賣烤腸賺15億，又係咪令你對佢刮目相看？歡迎喺評論區留言話俾我知你嘅睇法。好啦，今集嘅節目就到呢度。如果你鍾意我嘅影片，記得點讚、訂閱，我哋下期再見，拜拜。